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类的节目。哇，今日老大家咧少介嘛介咧，乡亲朋友係講有看過，而睇翻嘅講嘅節目，我聽錯啲，你講講古啊、搭嘴古。今日咧，我同大家去看表演哦，讀詩音樂，所以呢邊嘅來賓哦，非常嘅重要，大家都分享呢邊嘅來賓，就係講今日講乜嘅咧？先嚟分享嘅係咧台北劇藝團界團長葉玉君先生，歡迎玉君姐。大家好，我是台北曲藝團團長葉玉君。玉君姐，你會大家好吼？剛學的是不是？剛學的，說得好，說得好，大家好。好，今日咧邀請你聽界來賓咧，哦，介紹大家好，讀客家電視台東蜀路嘅葉公子車少年，歡迎。大家好，我係葉公子，當歡喜又來到福喜來了。哇，歡迎，真係千久冇看到小年姐真嗬。好，聽你咧分享嘅係你大家聽咗強龍東蜀路嘅，其實係市民歌。分享。大家好，我是劉思敏。市民歌應該也是剛剛才學 opening 用那個客家話從嗎？對，是哈，可是剛剛才學的就可以講這麼好，因為佢就是到客家人的後南水啊，客家的西龍啊，客家的西龍哎，所以其實平常聽已經聽得有一點點懂了，所以堂也是七八成，掌聲鼓勵一下哈，掌聲鼓勵很厲害哈。對，根本呢，真的跟大家在一起哈，我第一次主持福氣來了，現在額頭開始流汗。這邊已經開始有汗珠了，因為現場坐的是3位大牌跟大腕，我現在真的是心跳很快。沒有啊，你跳緊裝的啦，其實就是福喜來就按有節目啊，大家聊天。沒有，在講對啊，沒懂內行啊。沒有，我福喜來大追顧的時間，都很輕鬆。不過我今天特別緊張，真的。為什麼呢？因為這3個都是說話的專家，對，說，然後我在這邊，我現在變得有點。提提吐吐掉。不過說真的，我們先來好好講一下。我們這次特別邀請到3位來到這邊，其實我們要告訴大家，我們先告訴大家，我們11月有表演可以看的。對，我們在11月的時候推出一檔這個公演啊，然後裡面也有很多的創作，叫做 Mr. 相聲別鬧了。是，為什麼是 Mr.？相聲別鬧，因為相聲啊，在最早的時候都是男生在說的，很少女性演員，除非真的是家裡窮到沒有錢吃飯了，送去學藝，對，要不然就是夫婦2個人啊，為了這個小孩，或者小孩為了幫家裡賺錢，小女生不得已去說相聲。對，一般來講都是男人，因為它裡面會牽涉到一些影射啊，不管是跟這個色情有點關係啊，哈，遐想的呀，好這一類的黑色的幽默，有的時候也會有啊，所以呢，大部分女性都不說的，是對，那都是男士在說。可是台灣就很特別啊，我們這個女生的演員特別多。那我想呢，這一次對，而且非常出色啊，是長期從事很久了。所以我想說，這一次的公演名稱叫 Mr. 相聲別鬧了，也有2個意涵，一個就是說現在有的這個女性演員啊，她可以跟男性的角度說，哎，你們別鬧了，我們女生也有話要說，我們一樣可以說相聲。哎，對。然後2個呢，就是在這一次的演出當中，我們有不同年齡層的，然後他的表現方式不太一樣。對，比方小玲姐跟世明老師呢，他們就很經典、很傳統。那他們前面呢有幾段呢，可能就是小年輕人啦，他們講的可能加了點漫彩風啊，就很鬧，讓大家分辨一下，也感覺到不同形態的相聲啊，其實有的很鬧，然後有的很有深度，是這樣子的。不過就像怡君姐這樣講哦，泰卡有胸弓哦，其實在台灣聽相聲的人，我這樣問好像很外行，其實在台灣聽相聲的人也很多，算怎麼講？一般，因為你要講台灣大嘴鼓這相聲這個哈，唔係講像泰國也有學校，哈，唔過到台灣有唱歌有跳舞有音樂，嘛個就冇嘛個相聲的學校，不說嘛就完全就是土法練制，對，完全就是說懂辛苦的基本功，不說可能你連觀眾都要培養，慢慢的培養。一般來講，看到1-2擺是懂小可懂有意思，佢就行過再來，就培養觀眾按樣。對，你講哪個感覺會按樣？你第一台灣，說真的，大家去看電影會覺得哇，看電影對不對？哈，我們要去看什麼？我們要去看表演。可是我覺得曲藝在台灣，其實我們嚴格講起來，它是小眾。可是我覺得整個台北曲藝團在台灣也養了一群，我覺得是死忠的觀眾。哪個感覺會按樣？你觀眾哪張會講？其實在台灣，其實看相聲有一群我們可能不知道的那一群小眾是一直存在的。對，可是我覺得看相聲，我的感覺是這樣子，我覺得沒有一點點
学问，不太能去听相声。我真的，我是不是黑不黑啊？说相声要很有学问。其实也不会啦，其实相声有很多的这个题材嘛。对。那有时候就是说，为了这个观众群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区别开来。对。有一些有这种文学性质的东西，那你也要给一些特殊的观众，给他保留一点这样子的内容。是。但基本上现在年轻人说这种传统段子的是越来越少。所以听得懂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再讲哈，你规场的节目哈，你不能都一直闹。观众一直整场看你闹，他心情也是那个，所以团庄都排节目这一块，就要排节目也是个学问，就是像加班啊，我们有老中青三代，那代表一个传承，对不对？所以装音社就要传承。各个节目有闹捏的，还有程度的喂，因为你的观众也是老中青嘛，那年轻人他不能完全接受你传统，我们就有那种漫仔风的，他很闹是符合他的那个时代的，那也有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他就看一点比较可能深一点的东西。所以说所有的节目的话，那种形式哈，就要容易排出来，按照当做的接触观众。真挺按钮，你故说就像小林姐讲的，这是在编剧上面也特别，就像刚刚林姐说，团长有特别安排，比如说。可能林姐同世民哥就会给一种他传统给我们说经典段子，或是经典本，对不对？不管怎么听都觉得很棒哈。但是这次也会有一些比较创作的时事本在里面，所以这次的编剧也特别厉害。这一次的编剧群很多，基本上呢，我们大概有5段相声，1段快板书，然后5段相声基本上都是改编或创作的。那有一个特色，因为刚好我们演出是11月10号跟11号碰到111光棍节，所以我们整个也有那走向来光棍特别多。对，我们就发现突然整理一下，觉得刚好光棍很多。然后那我们就整个的节目的内容都跟这个两性之间有点关系啊。这个所以一开始呢这一段叫做邂逅，就年轻的男生他们所自己创作的，光这一段呢就是一个创作群。是，然后第2段呢又是一个创作群，包括了大陆的演员跟我们一起创作。那像小玲姐跟世民哥他们这一段叫都是当兵惹的祸，那这一段也是一个创作，但是呢他们曾经演，而且这次要融合2个本子来做，所以我们的这次创作群其实蛮大的。那光耀德刚他们这一次贡献出一段叫做拴娃娃，那是传统的相声，可是他改编，我觉得呢特别跟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的人生经验是互相扣合的，讲的内容跟自己的感受是相扣合的。那还有一段是黄义豪的婚姻与迷信，黄义豪、陈庆生，对，每一段都跟男生女生有关系。是，所以真的是这一次黑公泰卡一看暗勇给表演，之后在看到他传统给本很经典的本，就是我们所谓刚刚世民哥有一点深度的，要不然就是会有怡君姐，就是其实跟年轻人比较贴近的，比较时事的。我觉得这就很有趣。不过更多要瞎暗勇给 Q 本其实我觉得默契很重要，演出也是。这一次林姐是跟世民哥搭配，对不对？那你们在编剧上面，或是你们在剧本上面，你们要蕊本的时候，准批给时间，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火花或冲突？其实我觉得说相声那么久，说到这个时候，已经要说一个历练，一个感觉，不是说像头摆拿了一个本譬如他可能不太了解段子里面的内容。那我跟世民老师是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然后历练也差不多，确实是我觉得，虽然他比我大一点点但是没关系，小一点点，因为我觉得这个相声就是生活的体验，对。越有生活，我觉得越能体会出，那说出来会越有味道。古时候就大白讲的，也今年了，差不多就爱用啥，都搭腔下表演，差不多就用啥腔下来别人写也都剧本也白讲的就会有关做饼的事情。头摆给他年头做饼样的，也死头做饼样的，在港上来用啥，有都跟义工队待过，所以对那个整个的那个文化是很了解。古时候讲可能比较容易撞击出一些火花，因为讲你自己懂了解的东西本观众朋友，今都头摆没做过饼的就会做过饼的就了解，嘿，都给梁氏做饼确实很爱用。今后上你讲年的头摆做饼很爱用古时候就希望讲，本看过的观众朋友还有没体验过的观众朋友没同样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去听相声有趣的地方。我觉得听大追顾轻神奇的地方，就会你只要坐在底下，他讲的事情你能够理解有共鸣，你就会坐在台下那个呵呵大笑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跟生活对一个跟生活的连结跟这样的一个共鸣。所以如果你们在台上讲，
发现底下都没笑的时候，那他们程度不够。所以以前我们老师傅就讲嘛，你讲的本质对不对？这个观众不笑。很严肃的盯着你，观众不笑，一开始就先讲可能剧本不好，是在检讨演员不好，后来终于找到答案，观众不好。所以我说听相声是不是要有一点点程度？不过真嘅喺讲笑嘅啊，真的就喺有唱受有嘅乡亲朋友同观众朋友，所以喺讲有几啲嘅时间真嘅而去听。我们以前听像我们以前。也没有了，好像讲的。我刚才我们其实共识采访，因为听相声，其实因为跟玲姐每次聊天，大追故事都会有感觉，就是像北曲以前会特别强调，你来喝个茶，对不对？然后吃点茶点，跟像在茶楼一样，对，然后你可以欣赏，人家开玩笑，对不对？在上面这样子的一个演出，那种感觉是很享受的，然后又可以听笑话，然后出去之后又觉得好娱乐，回味无穷，真的是回味无穷，因为那种感觉不一样。对，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你爱用坦白时间，你会知道讲，哇，塑料一款天的，他走对款安永改大嘴骨头，安永改宽盈地度，不过安永嘛改盛起改时间，你聊下，等下常常来讲。放移走的绕墙的台北强儿团嘅团长，然后语境团长，然后小玲姐还有市民哥那种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其实也来打嘴鼓。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告诉观众朋友，哇，有好空哎哦，就是我们11月10号，然后11月11，我们有3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哈。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年度公演啦。对我常常觉得好厉害哦，每一年都要维持一个的年度公演，就代表大家都是功力深厚，唔够讲到俩片。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常常讲说，在台下10年功，上台才有这样的一个表演。所以嘞，现在我们在广告的时候，我们决定要让玲姐跟世民哥简单的来一段。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企划讲说，我说这件事情有跟玲姐跟世民哥讲过吗？他说有，刚刚讲的。我想说，刚刚讲现场就可以来一段。所以玲姐跟世民哥今天真的要现场就立刻来一段。那就。可以啊，其实大追故哦，就是很生活、很随性，所以它跟剧本，为什么我们演戏叫剧本，唱歌叫歌一首歌曲？那这一段子相声很有趣的就是，你可以2分钟，你可以10分钟，你也可以半个钟头，它一段一段。所以呢，既然是这种场合，给比如福起来给乡亲朋友，爱的就。给市民哥呢，真给认真好个叽叽的给客家话，就讲2-3分钟一细段呢，我他家听呀咪哈呀大嘴鼓的气味，都带黑给这种气味很容易，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掌声欢迎吗？好，掌声好，就回事了哈。市民哥啊，这么久没有看到你，你最近都到哪去了？我去演出去了。真的，说真的，那么久没看到你啊，我还挺想念你的。嗨。你是有夫之妇，不能随便想别的男人。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想念是纯粹是朋友之间的思念。哦，纯粹朋友思念，没别的意思。当然啦，那可以，真的啊，我挺想你的。真的想我？好想你啊！那你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说一说，你都是怎么想我的？哎呦，我想你想的呀。啊，怎么样啊？我都想不起来你是谁了。你这叫想我吗？冇啦，老唔讲笑的啦。其实啦，做的大追鼓的演员啊，随时就要观察审犯。错，爱观察，爱体验。有样，像我研究哦，就发现一项事情。乜个事情啊？对你的审法当中啊，蛮耐就有个数目字。乜个数目字啊？就是1、2、3、4、5、6、7、8、9、10。哪有？你有问冇？比方说，今天我们来录影，10月17号星期2，是不是都数目字？啊，这是数目字。对，还有啊，今天呢，准备晚上签乐透，想一些号码。有没有数目字？这也有数目字。你走到街上，我想吃牛肉面，一看，哎呦，3商巧福啊，3商巧福牛面，我想吃锅贴，四海游龙，哦，有，对不对？满街的那个 7-Eleven， 哦，7到11，对不对？都是数目字。对了，别的不说啊，就你。我怎么样？就你刘世民身上啊，随时都能找出几个数目字。我身上也有数目字啊，而且用这些数目字好好的把你介绍一番。哎呀，小玲啊，这太好了！我告诉你，一般主持人介绍我，你像刚才义理说吧，刘世民老师，这观众他都记不起来，没创意，是不是？你要能够用数目字把我介绍出来了，那观众肯定永远都记得我了。你放心，今天啊，经过我的数目字把你介绍一番之后，我们
客家电视台的乡亲朋友对你刘世民一定记忆深刻。太好了，赶紧介绍。听好了啊！我们说刘世民先生是我，一事无成，还包二奶，别说呀，三餐不继啊，四肢无力，五音不全，六神无主，七窍生烟。不，你等等，你说的这是我吗？八九不离十啊！去你的！哇，好棒啊！真的，我觉得现在我要学起来，下次还是有给世民哥的时候，要用数字把世民哥介绍出来。像刚才那一套，他可能会很生气吧？林姐，你帮我想一个1到10介绍世民哥，不是那一种的。是另外一种的，下次我就可以用到。黑某可能讲他的，帮我讲。曾婷，大家有看到吗？人家就会大追顾，你看真的哎，说来就来哎。对，而且那个默契。曾婷真的说来就来，然后马上就一段，而且好精彩哦！来雄心后，扣你们黑天师给前面给观众朋友听到，真的觉得太有趣。扣你连副控给导播听了也会觉得，我觉得我们也不用什么访问了，我们想应该再来一段比较精彩，比访问有趣。我们共同鸦片，泰卡扣诺用3按永给背我一个时间，我就觉得默契十足。会不会有表演到一半，说真的，那个段子没那么熟给时间？忘词了，幽默常常，你快黑吗？难道都没功毛？没有，这就是重点了。其实我们每一位演员在台上都会有所谓的吐槽的时候，但是这个就是你就是不能让人家知道你错了，对不对？有时候就像有些新进演员，给懂错，给我懂更早，给我好会。立刻告诉别人，你的表情就让人家知道你错。但其实我们常常难免嘛，难道有这个字不对了，或者是跳到哪里去了，再拉回来，就常常这个我还是要就会经验啦。就做我们在本给现场的观众朋友看出讲，那边讲唔错嘅，那边又唔对嘅，所以这就是一些经验。尤其怡君他一个人的评书，对不对？那更是没有人帮衬啊。我现在专门练习一个人怎么样在台上讲呢？词不要太死，这样随时脑子保持一种灵活度，但是不让观众觉得说，你好像是在想词啊，这是一个功夫。说真的，你表演评书这么久，有没有真的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好像有些词有些快忘，然后你把它救回来的？我跟你讲啊，这种经验一定都会有，不管是相声和评书吧。但是一个人在台上会比较紧张一点，然后一个人台上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你已经讲过去了，然后突然讲，一个重点没讲到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恍如那个霹雷从空中啪一下，然后但是你嘴巴上还要继续讲，然后心里另外就在想说，怎么办？我待会儿怎么绕回去？对，因为我也很紧张。对，因为我也听过怡君姐的评书很多次，我是完全看不出来，这中间如果有任何一丁点的可能，怡君姐心里知道那个，我们是完全看不出来。然后相声基本上我也听不太出来，因为可能就经验很丰富，立刻就解救。就像以前这个讲的嘛，宁可错唱，不可不唱。意思是讲你品下来。人家就这样唱歌，你突然忘词，人家知道你忘词。可是有时候像我们就是，我最厉害的就是乱掰词，因为你就觉得不能不唱啊。可是你就乱唱一些歌词或什么，他每次下来说你在干什么？我正要问说，如果说2个人合作的时候，比如你唱完了、讲完了，回到后台会不会想，你刚刚那一段你在讲什么？会这样吗？会。这个常，我们经常在后台一下来之后，然后所以要赶快关麦克风。一下来你刚那一段是不是跳词了？不过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要老经验。本来15分钟的讲成12分钟，下来我们到底漏了几页？我曾经上次就是没多久前我们在苗栗演出，我漏2页。2页会不会有点多？这个剧本有8页，漏2页，你就一片空白。他们下来的时候，我就跟世民讲说，我真的难过不是在台南，而且是个大演出，我就漏2页。后来我就跟团长讲说，等一下叫观众uncle，我要把那个刚刚漏掉的2页补回来。你就有时候就很白，以前年轻的时候说相声下来忘词就会骂对方。你说干什么？你在台上够骂东西。后来现在慢慢年纪大了，就觉得不骂了，都是用爱的鼓励，就说刚刚怎么就会比较温和。我想这也是一个真的心境不一样。因为现在发现自己忘了，我漏2，这有史以来我从来没有说怎么重演那么多年，忘个2、3句，我忘2页。
像那个段子15分钟，怎么12分钟就下来了？就是中间就完全忘记。观众没感觉。对，不过最可怕的哈，最可怕的其实不是忘词，是别人把你的台词说了。对，本来该你说的，对不对？他把他说了，那你才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真的会有，对不对？会啊，会啊，有可能啊。好可怕哦。不过公司才发。这个你去谈给大追顾给世界，给到暗工，其实你也不会发现的，因为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观众朋友其实不会不值得鼓励的哈，叫爱的鼓励林姐，给鼓励啦，对。不过我觉得这就是你得哈，你会给提缝，要还一堂大追顾神奇给提缝，真有意思。可能你去听2次，会觉得怎么我连续听2场，怎么第1场跟第2场有一些落差？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对。不过说真的，这是忘词。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在上台的时候，或是表演的时候，自己的一个比较怕的地方。我说真的哦，你们是演员，你们演出的时候心情，我不太能够揣摩。但是我听的时候，有时候你们在上面讲贯口的时候，其实观众坐在底下是会替上面的人紧张。我不晓得你们紧张，我们是很紧张，因为当我们开始知道你们要来一串很长的贯口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屏气凝神，不敢呼吸。听，其实你的心态是对的，可是其实真的一个好的演员，他是要让观众放心，就是他表演出来是哇。好顺啊，怎么的如行云流水般？如果一个演员演到让观众紧张，那这个演员就要剪掉。糟糕，不是这样。我的意思，因为那个好难，所以当上面那一长串的贯口完成的时候，你不觉得底下的那个掌声如雷吗？是，对不对？这怡君姐应该很有感觉。她是专业观众，对，专业观众。哦，要使贯口了啊！对，屏气凝神等着一般的观众在那里啊。其实这就是一个互动，我牵动你了，哇，本来是这样做的，因为贯口就整个你是有层次的那个情绪，很像特技，有没有？叠椅子叠到上面，然后耍盘子到上面，终于说完了，掉下来了吗？终于说完，我会觉得这一段贯口终于安全了，对，就基本功，这就是基本功。怡君姐会吗？你自己这么多年。然后你现在是师傅级的，你自己在演出会不会还是有你自己的？你是媳妇，师傅级的，会不会还是有自己一个演出的那个关卡？我跟你讲，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紧张的人，那所以呢，我上台还真看不出来，真的，我真的证明。对，我上台就是治疗我这个紧张，我都不知道在紧张什么。真的，我说你紧张什么东西啊？不知道然后他们都会看到我，反而每一次要上台之前，我就很用功的拼命在那翻剧本，然后是最用功，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对，非常紧张。那我都会在事前做很多的准备，然后到台上我都会很担心忘词，然后很担心贯口中间哪里卡住，然后会接不住。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经验，就是在台上讲话，然后一紧张的时候，歘一下就全部忘掉，全部空白，然后就眼泪啪嚓掉下来的这种经验，恐怖经验，所以我就很怕，然后我就会准备得很充分。可是呢，我后来就是只要到了台上之后，我就放松了。我觉得这就是专业的区别。像我们这一种可能上台还是很紧张，不过还有马个升旗个故事，到大家来分享啊，先聊下，等下再来讲。今日節目係請大家一看戲哦，大家冇咁記得咯11月10號到11號要上場好看哈，而且今天團長要送票給觀眾朋友。對，我們帶了2張票，太棒了！所以要怎麼送呢？我們到鄉親們來講，係講以上得到你看人家戲嘅票咧，你是做啲戲到你付戲來嘅免數留言留我們這一次的主題，所以我們這次的主題是。Mr. 相聲，別鬧了，對不對？好簡單又好清楚哦。係講你係到免數溜，好安樣解 Mr. 相聲別鬧了，是有 give 得到，哇不得了，價值千塊。對，我們是價值1000塊，但是它是無價的這樣的一個演出，一個很歡快的演出。是好，所以鄉親朋友是有 give 做得去看哈，所以記得哈看喺今屆節目記得去你個臉書留言。不過講到倆片，其實說真的，
曲艺这样的一个东西，我知道台北曲艺团一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很努力的，希望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曲艺可以传承。而且爱德华希蒙其实为什么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种时事本，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给更多不同的观众可以进来看曲艺。所以其实，在北曲一直除了这样的公演跟努力，也有很多不同的课程。是，因为我们很早就发现了，其实传承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尤其要趁我们自己体力都还可以，然后也在舞台上的时候去传承。所以大概11、12年前，我们就开始这个有系统的有练功房，收这个小学生，然后到大一点那现在呢，他们这个经过10几年到台上了，然后也参与我们的演出，果然就觉得这样的传承是比较实在的。从有兴趣孩子开始培养，然后到大。那么同样，现在我们还是照样有这种练功房的，就是收国小生的这样的一种常态性的这个教学跟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参加。但是呢，另外我们在寒假还会开办一些寒假的集训班，像今年的1月份可能我们小林老师可能也会开班，对，我们乐梯老师也有的，世明老师，对，也都有可能会来开班，就是希望能够呢，也有短期的让大家有兴趣不见得是长期，短期的也能够学习。那总之呢，就是把我们的经验能够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面让大家分享出去，并且真的有兴趣成为专业演员的，能够找到一个这个桥梁道路，或者是有一个舞台可以呈现。对，而且单枪按永你其实按多年下来，怡君姐这边在台北曲艺团有很多的学员，事实上也有很多的学员给我们很好的回馈。是因为我们除了就是直接的这样教每位老师在外其实自己都有教课程之外呢，我们还针对国小跟国中做了一些影片跟出版品，然后也透过了这个像我们按照国中的国文课本里面要教的内容文言文的部分我们特别这个做了影片表演流传进去。所以呢，有的孩子他们就看到了，就会在脸书上给我们留言说哇很好玩他讲说有一个小朋友叫郑雨辰他前2天就给我留一个言在讯息说叶老师，你的说唱完国跟我把相声变小了每一部我都有看，我觉得非常精彩，希望你继续出版下去。我想说小朋友鼓励我特别感动，好棒。而且其实不只是曲艺团，就像刚刚怡君姐的，像林姐以及世明哥也会其实会到各地的学校去上课。是，对，林姐上很多因为主要是还有客语。你有没有考虑我们招生趁这个机会，下次可以招客家的真给小今年寒假鸦片，对，我们今年寒假来办看好了。对，因为大部分我都是在外面上，我觉得有我们北曲一个比较更有制度的方式，搞我讲客家话就做的上头，把我们这一套很完整的交给客家的小朋友，不要给他搭嘴鼓传下去。真是单讲迄搭嘴鼓传下去，其实。对于俺来讲，俺会吃到声音去好按用给大嘴鼓。我觉得那个口条的训练是真的很棒公司才发现还有听到个声音在表达上不是这么的流畅的时候，我觉得学这个你不一定要成为专业的演员，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没错，像前面有发现嘛，同要上3个胎牌和公发给时间，你觉得他们2个，你们这个3位讲话讲起来就非常的流畅。为什么我今天主持节目一直有一点结巴的感觉？有没有按一个杠杆？不过谈起来按你，其实林姐在外面教也收到很多学员的回馈。真的，因为可能我都不有搞，除了我们北曲的课程，没搞到都客家的，因为客家真嘅因为之前给你台湾的观光的节目客家出去就会知道讲，大嘴鼓当神器，原来客家话也做得做按神器的，按样嘅。教学了搞按样故所以搞当到回馈的话是到不管那小朋友、大朋友，给到是到亲后就讲，客家唔但唱迄山歌听听，原来年，因为冇年就冇文化，就老人家讲过年教学一样嘛，红楼没空样。故所我知道，大摆去上课，其实唔係講存幾多錢，存幾多錢，係講自家都要下漢做得用，不管用法語、用客家話去教下到小朋友得到的東西比得到的嘅乜嘅年後嘅乜嘅收穫也就行下多，所以佢就大擺比賽，也係講去參加乜嘅演講得到名嘅，然後係分享的時間，就是講你真的收割，真的是收割。对，这是真的，因为有时候黑公有机非同你公鸡见面大追顾嘅时间，你公鸡都會跟我講說，
你迪某吼，那一天我去什么学校啊？有一个什么几年级的同学怎么样？哇，他们现在很厉害，他现在年纪很小，可是可以有很好的表演跟演出，然后就会希望说，是不是有更好的机会，或是更好的舞台，可以让这样的小朋友发挥？乃至于就会，我觉得是一点一滴这样子的耕耘到现在。而且事实上，就像林姐也有提到说，在一个小朋友，像也有爸爸妈妈带着小孩一起来看相声，是，对不对？其实很多，其实，在我们刚刚前面就是都很热闹这样子，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说相声的生涯当中，其实有很多很感动人的故事。像我之前我就想说，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他就从小喜欢听相声嘛，可是后来好像在小学好像2、3年级，他是公馆国小的孩子，他就过世了。那过世之后，他爸爸呢，为了这个每年呢，爸妈每年就在这个学校里面请我们台北曲团去演出，永远就是在台下留个位置给他看。他认为这悲伤是放在心里，可是让这个孩子在天上是小天使，他希望全校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就是享受这个相声的开心的那个。其实这个让我们真的非常感动，我们也是有点像办义务性质这样子帮助他，那他们也出一点点的车马费这样子。我们每年一直到今年应该是最后一年，因为他爸爸妈妈好像退休了，所以呢，在最后一场的时候，当时那个学校的校长也送了一张毕业证书，就是这小朋友。那爸爸就是很感动，就说这真的是迟来的一个很棒的礼物，因为孩子一直没有领到毕业证书。我觉得就这10几年来，我觉得每次只要一接到这种通告，我们所有的团员都义不容辞，因为就是觉得怎么会有父母这么棒？而且用这么健康的心态，就觉得我的孩子喜欢相声，他就是开心的天使。那我为什么不在每年这个纪念日的时候，大家一起用全校一起来分享这种开心？我想这是在我说相声，我常常跟人家分享这个故事，是因为真的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对，哪位吃到讲真给你看到安永的声音哎。我觉得像林姐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实质的一个回馈，也代表他们也用行动去表达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支持。然后在北曲这边，我会看到的这么多年的，哪怕看到个谁个声音，可能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按狗听听，然后根据5年6年之后就变大学生了，然后他一样是站在台上，我觉得。哪个感觉很因为我自己的年岁也差不多到那个，就会觉得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不过你就可能声音呢，然后突然变得好大好大。跟宋明翰这个例子，对不对？现在是不是？宋明翰跟林姐听说底嘛，因为一样他在香港念书，对，那他一直都是北曲培养出来的。他现在也是怡君的徒弟。有拜师那一天，我还有去呢。对，跟杨世松一头，你讲按 C 扎哎。对，按 C 扎哎。所以不过真紧哎。林姐一定知道，他有说，就是在香港的时间有看到一个那个一条黄叶公公的粉丝，对，然后那个粉丝就跟他说，你知道吗？你迪某哦，我真的很喜欢在那个日头下月光光里面的那个宋明翰哎，他真的好棒哦。就明翰说，那你就我啊。对，结果你比较客气，他前面还有一句：“你瞎了吗？”这就是我啊，这我不，所以这我不敢讲，让林姐来说。你瞎了吗？那就是我啊，非常宋明翰。对，就是他真的在香港遇到一个这样的粉丝，就是我好喜欢在台湾有客家天师按勇给大嘴鼓，我很喜欢宋明翰。明翰说，那就是我。其实也不能怪他，因为他看到明翰的时候就是这样。没错。对，我记得他在香港看到明翰的时候，这样，有没有？故说他没有。因出了就会按钮你，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看到小朋友的成长，所以你也很有成就感哈。其实我一直讲，这是我们全团的所有老师大家共同栽培的，因为这个行业呢，它有一个拜师的这个入行的一个手续。那我们台湾不是每个老师都有这个入行拜师，这样也不需要。那所以呢，透过我只是有一个门户，让他们跟更多的这些其他的艺术家啊，到时候知道是怎么来怎么去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团所有的孩子，包括我收徒呢，其实都是我们大家养育成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是也只是一个桥梁。哇，真的太棒了！而且，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说，哇，今本日按勇给节目，希望所有给客家天师前面的这个观众朋友，黑公有看过的，今年一定要再去看；黑公你没看过的，更要去看，喊我去看。但家要有你哦，也許某聽說有機會北曲搞不好可以有一個客語的這樣的一個
学习的，对课程。回去我就会来跟玲姐商量哈，因为其实他们两位真的，对我在世民老师的课语讲曾经也是我们一台华念公公的编剧大将，所以他们两个确实也是跟这个其实都是有关联的。真的，以前一台华念公公跟史杰真的怡君姐帮忙很多，世民哥也帮忙很多，尤其在剧本这个部分。没错，剧本是这个相声剧本就是最难的。是，不过哈，真颖时间过得好快，黑莓吃都不过瘾。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来请3位好好的来告诉观众朋友宣传一下这个。好。那我就用一句话好了，不来看你会遗憾的。来，我们希望哈，所有的乡亲朋友哈，我们这次是以华语为主了哈，因为台北区段就华语，但是我觉得相声呢，真的就是一个很生活的一个表演艺术。那大家来了呢，尤其现在人生活非常的紧张啊，懂紧张啊，懂有压力啦，来收外2点钟收外，真的是值回票价，就是一碗牛肉面再加1碗大碗牛肉面的钱，相信有的牛肉面上千呢。走，来世民哥，买票吧。现实啊，真的，对我们要建立乡亲朋友要有买票看戏的习惯哈。对，所以咧乡亲朋友，你今日东方就得绕墙到上改咧到节目地图咯，大家咧分享有戏演员爱用来发通，所以乡亲朋友家都卖票看戏了，所以今天过来非常谢谢怡君姐，也谢谢玲姐、安之 C、世民哥。好，乡亲朋友咧，你节目到这片，不过等下咧，睇你的认同线上在做认同了。